嗱，呢個設計咧，當時係好特色嘅。你睇嗱，即係好似一個 spana 咁樣嘅，一個好似 support 緊呢間 church 咁樣。嗱，你因為北角循道學校啦，呢幾個字嗰陣時，我派嚟嘅時候咧，連凳都冇㗎。我記得咧，嗰啲主學生咧坐喺地下度上堂嘅。個招牌就係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北角堂，呢個係嗰時我哋親手做嘅。中華循道公會當時直屬英國循道公會差會，係海外教區之一。北角堂係佢哋喺香港成立嘅第5間禮拜堂，亦係繼香港堂同愛華村堂之後第3間喺港島區嘅堂會。個建築費係咪我哋自己籌㗎啦？咁啊，循道公會嘅支持，除咗係資源方面俾我哋起同埋咧設計啊等等嘅嘢之外咧，最重要嘅就係呢度有好多教友住呢度㗎。咁咧佢就叫我咧係將呢啲教友咧搬入嚟呢一邊，所以咧我就要探訪佢哋啊，同佢聯絡啊。循道公會早期咧喺香港咧牧師唔多，但係咧當時有好幾間堂咧比方嚟講，香港堂都成過千人做禮拜嘅，九龍堂有過千人做禮拜嘅，發展得好快嘅。循道公會咧比較多啲辦學校啦，好似咧循道中學啊。循道學校啊，觀塘我哋有間雞寮嘅一個循道學校。咁在當時咧，我哋係一個好活潑嘅，同埋咧充滿住動力嘅一間教會。1949年，中國政局轉變，大量嘅人遷移到香港，包括原本喺內地嘅衛理公會信徒同宣教士。1953年，衛理公會正式喺香港開基。其實我屋企咧係貧窮，咁教會咧就俾咗一個嘅助學金，每個月咧我走嚟呢度咧就攞一張支票47蚊。咁仍然記得咧有一個咧我哋衛理公會最早咧，其實有一個咧係 Finance Controller。Dr. Anderson 喺度辦公。位於灣仔軒尼詩道嘅香港金鐘藝豐係一間賓館，旁邊亦都有循道衛理中心。不過喺大約100年前，呢度原本係英國循道公會為海陸軍人而建嘅住宿，俗稱水手館。李定新牧師話：原來呢一度係衛理公會嚟到香港嘅第一個落腳點。衛理公會嘅工作亦都由此展開。喺國內嚟香港，我諗首先咧得到咧香港嘅循道會嗰種嘅接納，即係容納呢一個咧係主內嘅肢體。因為個政治嘅改變嚟到香港，其實當時未必係諗住長遠嘅，咁但係咧係喺度咧係有一個咧係暫停嘅一個嘅地方。我哋公會嚟到香港嘅時候，就堂會嘅建立啦。第一間就係車房教會啦，今日嘅北角衛理堂。第二間就係咧係窩打老道嘅安素堂。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天台嘅工作，政府咧容許你喺上面開學校，因而咧係安素堂咧就去咗李鄭屋村啦。衛理公會不嬲睇咧，就係嗰個咧係 social concern 社會關懷，憑着呢一個嘅需要，存咗一個愛心關懷憐憫，就發展呢個嘅事工。1968年，李定新牧師神學畢業，成為衛理公會試用傳道嘅時候，有機會嚟水手館認識到循道公會嘅宣教士同牧師領袖。佢話英美兩會喺度延續佢哋喺中國宣教時建立嘅友好關係，而且開始商討合作。譬如黃作牧師喺英語循道會就係一個咧 Reverend Clark， 衛理公會咁就唐樂仁牧師。喺英文應該叫 fraternal relationship。
個人左右，咁就大家有個 coffee meeting。我諗係個建立嘅關係，商討一個嘅合作嘅機會。我哋公會見到香港嗰個嘅住屋嘅需要，因而咧就開始咗一個衛斯理村、亞斯理村。咁啊，因而咧就覺得循道會都應該有一個村係俾另外一啲嘅有需要嘅村民住。愛華村就係咁樣開始。大家好同心，循道衛理嘅精神呢，係從開始呢已經係好密切，同埋咧係好溫暖。1960年代又被稱為普世教會合一嘅年代，天主教同基督教嘅部分教會都開始討論合一嘅課題，包括美國衛理公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the American Methodist Church and the British Church were both very active in that, and the whole issue of Christian unity was a discussion there. This little committee, when we went back to Hong Kong in '67, I believe, Dr. D.T. Niles from Sri Lanka was, I think he was one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World Council at that time. But anyway, he agreed to meet with with 4 leaders, one from India, one from Malaysia. And I remember visiting him in Sri Lanka and staying in the little cottage on his house, and we talking about the Christian unity, issues. 喺呢種熾熱嘅氣氛下，到60年代尾，香港嘅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同衛理公會4個宗派，亦開始構思聯合，探討組成香港聯合教會嘅可能性。不過，因為使徒傳承等神學問題未能達成共識，最後只係剩返循道同衛理公會繼續探討聯合。1968年合一會談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衛理公會嘅梁林開牧師、沈冠堯牧師同唐樂仁牧師等。循道公會就有黃作牧師同後來加入嘅李炳光牧師等。循道同埋衛理聯合最初嘅念頭就係因為我哋都係同一個源頭響英國。聯合之前呢，我哋咧講聯合嘅細則、法規同埋我哋嘅宣言，我哋咧嘅教制方面嘅分歧點可以聯合。當時最大嘅困難咧就係我哋有會長制，但係衛理公會咧有主教制。最現實嘅就係牧師嘅生活費啦，因為咧循道嘅比較高一啲，衛理嘅未曾達到。委員會後來發表《為什麼合一》報告書，講述循道同衛理聯合係基於上帝嘅囑咐，亦係約翰衛斯理所提出嘅理念。合一又能夠集中人力同財政資源，令教會見證同服務更有效。1970年，黃作牧師提交咗聯合嘅初擬大綱，提議聯合後教會命名為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採用會長制，以及聯合後頭5年設立循道教區同衛理教區，最終達到真正聯合。The Shundagungway had much stronger roots and financial roots, and as well as facilities. The Weligongway developed facilities fairly rapidly. Both churches had strong leadership, and both had money. So I think it was easier, to bring the two churches together.
it was very clear that the board encouraged the Hong Kong Weili Gong Wei to become autonomous and hopefully then to unite. 呢張相咧就係1936年呢間禮拜堂新起嘅時候嘅 opening。聯合之後，李炳光牧師成為循道教區長，亦係當時香港堂嘅堂主任。佢話香港堂嘅會友普遍都支持聯合，亦有邀請衛理公會嘅牧師嚟香港堂講道。不過聯合後一段時間，當佢再被調去衛理公會嘅堂會做堂主任嘅時候，仍然遭到部分會友拒絕。經過好多年咧，都聽到有平信徒話咧，佢係某某會嘅，佢係某某會嘅，佢係咩背景啊？佢係咩背景嘅？一講到以前嘅時候同埋而家，咁就即刻有衝突㗎啦。我係第一個咧被調派去衛理公會嘅教會做牧師。咁當然咧，有啲人話：我哋都唔係好認識佢嘅，佢係循道會嘅，嚟我哋衛理公會，自己個人嘅感受上邊咧唔係咁舒服。但係當我咧係接納佢哋，而且咧唔計較人家對我點睇法，並且用真誠嘅愛同埋關心佢哋，咁嘅時候咧，佢哋亦知道我係真誠嘅。結果咧，佢哋將我咧係接納，並且咧成為好嘅朋友，成為好嘅同工。如果從今日嘅人嘅思想、教會嗰種嘅形式，50年前個聯合係不可能嘅，即係衛理公會同埋循道會南轅北轍，係雞同鴨講。即係我哋可以咧係聯合，我只係覺得呢個係上帝嘅作為，奇妙嘅作為。昔日已經係兩個教會嘅領袖，彼此唔計較，即係教友嗰個接納都覺得其實都冇所謂。喺主內咧係一家個聯合，因為係一件美事啊！我哋咧都知道耶穌基督覺得我哋嘅教會應該合而為一嘅時候咧，先至能夠更加榮耀佢。所以咧，我覺得呢個聯合咧，實際上係榮耀神嘅一個使命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嘅感受係感恩，再要感恩，時時嘅感恩。